大家早晨，早晨，早晨。今日好開心見到大家，我希望你哋咧學業進步，身體健康。子淵啊，頭先啲學生畫啲畫畫得好靚，尤其是啲蝴蝶好生動。係啊，超哥啊，講到蝴蝶咧，我就諗起一個成語叫做破繭成蝶。我哋見到啲蝴蝶咁靚咧，其實每一隻蝴蝶咧都經歷過破繭而出嘅階段，先至可以展翅飛翔㗎。我而家喺蝴蝶園裏邊，幾多蝴蝶飛得幾靚，破繭成蝶，好有哲理嘅。繭可以被視為限制、困難、挑戰，就好似香港每個發展階段咁，所以我哋必須要主動破繭破局，先可以幫市民解決佢哋最關心嘅問題，香港就可以變得更好。係啊，超哥啊，其實講到破繭破局咧，哇咁快你上任特首咧就3年咯喎。其實呢3年咧，我哋呢一屆政府確實持續咁樣推動改革，主動求變㗎。係啊，喺呢3年，我哋改變咗施政文化，建立咗以結果為目標嘅政府。我哋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，建立好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執行機制。我哋多管齊下，解決土地房屋問題。公屋輪候時間封頂6年，簡約公屋開始入伙，打擊濫用公屋成效顯著，多收回約8700個單位，相等於11座公屋，解決劏房問題嘅合規減肥房，有望明年3月開始進行登記。我哋為樓市設立，讓樓市穩定發展。我哋以精準扶貧，凝聚資源，幫助排喺隊尾最需要幫助嘅人。多項措施陸續見效，我哋重視勞工權益，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，最低工資改為1年1檢，市民家庭收入中位數同本屆政府上任時相比上升超過11%。我哋深化醫療改革，扭轉重醫病輕預防嘅醫療觀念，改革為重預防早醫治。我哋圍繞3中心1高地，大力發掘新增長點，發展新質生產力，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中心融合發展，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，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，並大規模招商引才引資，推動文體旅協同發展，以產業發展為主軸，加快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。我感謝中央支持，讓我哋穩步落實多項惠港政策。我哋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深化國際交往合作。我同司局長積極出訪不同地方，開拓更多商機，全方位說好香港故事。改革發展係為咗為民生建未來。至於如果我哋回顧過去呢3年我哋所做嘅工作啦，我哋唔單止咧就係改革求變，破解市民所關心嘅難題。咁更加重要嘅咧，我哋係創造咗機會，發掘新嘅增長點，令到唔同嘅市民咧都可以受惠啊！係啊，只要我哋有勇於突破嘅信念同堅持，冇嘢可以限制我哋。至於你知唔知道蝴蝶嘅眼其實係複眼嚟嘅？複眼即係話由好多隻細嘅眼嚟組成，所以可以同時睇好多個方向。就好似我哋既要睇到挑戰，更要睇到機遇。破繭後嘅蝴蝶視野更加開闊，就好似改革求變嘅香港，我哋必定能展翅高飛，綻放新嘅光芒。